今麦咱国内诈骗的问题，会当讲是世界样样飞，甚至有诈骗集团看到这受害者想要把钱讨回来，竟然假作是民间反诈骗协会等等的机构，搁甲骗第二届，提醒民众千万都要注意。那你知道现在黄金多少钱吗？我知道啊。多少钱？啊，你管那么多？你就是不知道。虽然防恶检对台，警方无避免继续耐心苦劝，成功收掉3800万。诈骗集团常以投资黄金或虚拟货币为名，诱使民众转汇巨款。这款的假投资诈骗占9回总财损伤悬，累计26起花。那受骗的件数上济，是网络买物件诈欺超过3600件，尤其落伫韩团4口为陷阱受害件数袂少。网络上说要赠送韩团的周边，然后只需要支付运费。那一旦有民众去跟他们联络，他们就会说你没有通过金流验证，或者你的账号没有验证，没有办法下单。诈骗集团上大处刑的处罚，就是甲你讲对明称话题有经距离，才互受害张小姐汇出12万。万无怀疑，也毋过早期手法多变，搁较有人看准被害人的心理，搁理出诈骗。这类早期步数伫内流传。向被害人讲大话，讲警方拿袂转来的钱，因有法度讨转来。其实一回搁一摆诈骗，民间袂少反诈协会，搁较安尼变做无用对象，提悬可信度。诈骗集团就会把你的这个 logo、你的这个名称，然后去发给所谓的受害者，让受害者误以为这个是协会来做帮忙的动作。那当然，他会有一个信任的动作嘛。民众他们不知道说，其实协会的部分呢，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帮你追回款项。根据警方掌握，国内有未少被害人受到二次诈骗，专家也提醒，民间协会会当做的多数是协助发声、提供心理支持等产品，万一防冒名使用，被害人唔通防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